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今日我哋要傾嘅話題真係有可能會令你三觀盡毀，甚至會令你覺得自己白活咗幾十年添。而呢啲超乎想象嘅真相，竟然記錄喺一位醫生嘅著作《99%的人不知道的世界秘密》之中。如果我同你講呢個世界最希望你病嘅，竟然就係醫翻好你嗰班人，甚至連你每日食緊嘅嘢、信緊嘅所謂大道理，其實都只係一場精心設計嘅大話。我哋只係其中一堆被編排好嘅數據，係咪好難相信呢？好，喺開始前都希望大家送一個少少 like 支持下我哋頻道先，多謝晒。醫學界嘅劇本，你有冇發現呢？而家科技進步到已經可以上火星啦，醫學儀器又先進到不得了啦。但偏偏呢，我哋身邊病嘅人反而越嚟越多喎。你去一轉醫院，好似去咗新年花墟咁，隨時都要排隊排幾粒鐘，係咪覺得有啲唔合邏輯呢？內海聰醫生佢就大膽咁講咗一個秘密俾我哋知。現代醫學其實唔係想醫好你，而係想養住你。呢個講法咧，好似好誇張。我哋用冷氣機做個比喻，你部冷氣機壞咗，你叫師傅上嚟整。如果個師傅一次過幫你換粒最靚、最耐用、永遠唔會壞嘅零件，咁佢以後仲有得賺咩？所以最叻嘅師傅係幫你整到啱啱好行得返。但係過多3、5個月，粒零件又會慢慢老化，你又要再打電話俾佢，呢種叫細水長流嘅維修生意。而家嘅醫學界就係咁，好多慢性病，例如高血壓啦、糖尿病啦，個診斷標準都係咁改。以前可能血壓去到160先叫高，而家咧可能去到130就話你前期高血壓，要你開始食藥。點解呢？因為好簡單，只要標準一降咧，全世界就多咗幾億個病人啦。藥廠就會豬籠入水，同埋呢啲病人一食就係食成世。你諗下，一隻藥如果你食一次就斷尾，藥廠淨係收你一次錢。但如果隻藥要你每日食一粒，食到入棺材，你話呢盤生意幾好做呢？佢哋唔係想你死，佢哋亦唔會想你完全康復，因為康復咗嘅人唔使睇醫生。佢哋最想要嘅係一個唔會斷尾、需要長期食藥嘅你。你食緊嘅係食物定係精心包裝嘅化學毒藥呢？咁講完醫藥，我哋再睇下我哋平時塞入口嗰啲嘢啦。大家去超市買嘢呢，係咪覺得個包裝印住天然啦、有機啦、健康啦，就好似係好嘢咁呢？咁作者就話你聽，現代食品工業其實係另一個大陷阱，甚至可以話係醫藥工業嘅上游供應商。大家有冇留意到而家啲嘢食多咗好多聽都未聽過嘅化學名，咩增味劑、防腐劑、乳化劑？你以為呢啲係為咗你好食啲，其實呢啲嘢係喺度慢性改變緊你嘅身體基因。我哋講下最普通嘅糖啦。大家平時飲杯奶茶要少甜，但係其實糖係一種合法毒藥，佢會令你大腦產生快感，令你上癮，就好似吸毒咁。當你越食越甜，你嘅身體就會長期處於發炎狀態。仲有嗰啲所謂嘅基因改造食物啊，或者用咗大量農藥種出嚟嘅蔬菜，你食落肚，你個身體細胞根本唔認得呢啲係乜嘢，佢哋會將呢啲嘢當成外來入侵者，結果你嘅免疫系統日日都要開工打仗，打到最後就係崩潰。個比喻就好似你嘅車本來係行電油，你偏偏每日倒少少砂糖入去油缸，短時間內可能冇事，仲可能行得幾順，但久而久之，成個引擎就會報廢。而最諷刺嘅係，當你身體搞到5勞7傷去睇醫生，醫生又會開翻啲化學藥品俾你食，呢個簡直係一條龍服務。精神科嘅黑色幽默呢一章我哋一定要深入講下，因為來海聰醫生咧對精神科嘅批判係最狠嘅。而家社會壓力大，世界上嘅人每日返工好似打仗咁，唔開心啦、失眠啦、覺得好攰啦。如果唔係太嚴重咧，咁其實都係好正常嘅事啊。但如果你因為咁去睇精神科咧，你極大機會會被貼上一個標籤，話你係憂鬱症、焦慮症或者過度活躍症嘅喎。其實以上呢啲病名，你知唔知係點嚟嘅呢？其實好多時只係一班所謂嘅專家咧，坐喺房入邊投票投出嚟嘅。佢哋冇一個好似驗血咁準確嘅物理標準，只要你符合佢哋本診斷手冊入邊幾項描述咧，你就為之有病噶啦。然後咧就係開一堆影響大腦嘅藥俾你。呢啲藥其實係直接干預你大腦嘅神經傳導啊！食咗之後，你個人可能會變得好平靜，甚至係木木獨獨，就好似入咗另一個時空咁。
呢種做法咧根本唔係解決你心理上嘅痛苦，而係將你個大腦熄咗機。醫生就話就好似你屋企嘅火警鐘響，你覺得好煩啦。你唔係去揾邊度起火，竟然係直接將個火警鐘條電線剪斷佢。其實啲火係繼續燒，但你聽唔到聲，你就以為天下太平，咁嘅情況咪好恐怖呢？長期食呢啲藥，你個人嘅靈魂就會好似被抽乾咗咁，慢慢就會變咗一部行屍走肉嘅機器。點解全世界都一齊講大話？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如果呢一切都係大話，點解仲會有咁多人信？點解政府又唔管呢？同埋點解咁多醫生都係咁講呢？呢度咧就可能涉及一個全方位洗腦嘅過程啦。咁由我哋1980年代、1990年代讀書開始咧，體制就教我哋要聽權威話，老師講嘅係真理，醫生講嘅係科學，新聞講嘅係事實。我哋慢慢失去咗獨立思考嘅能力。只要個醫生着住件白袍，佢講乜你都覺得係對嘅。加埋傳媒嘅渲染，每日同你講邊種傳染病好危險，邊種疫苗係人類救星。恐懼呢就係世界上最好用嘅統治工具。當你驚嘅時候，你就唔會去懷疑，你只會想揾個靠山，想有人救你。而呢啲所謂嘅權威就係利用你嘅恐懼嚟賺錢。咁情況就好似有一個騙徒每日喺你門口放火，然後咧轉頭扮成消防員咁賣滅火筒俾你，之後你仲會好感激佢救咗你全家，甚至每年交保養費俾佢添。呢一類型嘅騙案呢，喺呢個世界裏面真係比比皆是。攞翻你身體嘅自主權，你先係真正嘅醫生。咁內海聰醫生講咁多呢，就唔係想我哋對世界失望，而係想我哋醒覺啦。其實每個人嘅身體都有一個最強大嘅醫生，就係你嘅治癒力。你諗下，你平時切親手呢，你唔使食藥，個傷口都會自己埋口，呢個就係治癒力。你要攞翻個主導權，咁又唔係叫你以後完全唔睇醫生，而係你要明白，醫生只係輔助，真正可以令你健康嘅係你自己。如果你每日飲可樂啦，食炸雞啦，仲2、3點先瞓，然後希望食粒藥丸可以救翻你，你唔好玩啦，咁樣上帝都幫你唔到。你要開始留意自己食啲乜啦，咁去街市要買啲見到原形嘅食物，避開嗰啲包裝到好靚嘅化學品。你咧要學識點樣同壓力相處，去行下山啦，聽下歌啦，而唔係依賴藥物去逃避情緒啊。最重要嘅係你要學識懷疑，要有自己嘅判斷力。就好似你買股票買樓都要做功課啦，你會唔會聽個經紀講兩句就將全副身家車落去？更何況係你自己條命呢？你先係你自己身體嘅 CEO，唔好隨便將個決策權讓俾一班只係想喺你身上攞利益嘅陌生人啦。作者講到唔好依賴藥物，我哋早2條片都講咗一啲有關呼吸嘅技巧，其實都係一種可以自我療愈嘅好方法嚟㗎。唔知大家睇咗未呢？如果未睇嘅話，可以點右上角入去睇下㗎。睇清社會嘅真相。咁最後呢，我哋要跳出嚟睇返成個社會結構，點解個社會會變成咁？因為呢個始終係一個利潤至上嘅資本主義嘅體系。如果呢，每個人都健健康康、冇病冇痛，同唔追求物質慾望呢，咁好多大財團啦、大藥廠啦，甚至大型醫院啦都會執笠，連失業率都會飆升㗎。如果大家都冇嘢做嘅話，社會亦都會好動盪，亦都唔係一件咩好事。當大家知道咗佢哋需要一班弱嘅人，需要一班病嘅人，需要一班聽話嘅人，而你要做嘅就係唔好成為佢哋口中嘅肥羊。當你開始食翻啲天然嘅嘢，開始做運動，開始獨立思考，你會發現你嘅精力翻咗嚟，你嘅心情好咗，你嘅思緒清晰咗。呢個時候咧，你已經慢慢脫離咗嗰個被設計好嘅楚門嘅世界啦。雖然過程可能好孤單，因為你要同主流抗衡，但係為咗自己嘅真正自由同健康咧，呢一切都係值得嘅。咁喺2026年嘅今日呢，雖然資訊爆炸，但真相反而更加難揾。希望今日分享內海聰醫生呢啲觀點呢，可以幫大家開一扇窗，睇到一啲平時睇唔到嘅秘密。記住啊，健康唔係人哋俾你，係要你自己爭取㗎。如果要我帶走呢本書嘅一個技巧呢，我會想帶走斷捨離權威嘅迷信。
就好似有朋友 sell 你保險，咁就算幾熟都好啦，你都會有少少懷疑同埋有少少警覺性態度嘅。同樣對待醫生或者其他專業人士都要有呢種保險警覺，保持一份適度嘅懷疑。凡事問多個點解，先係保護自己身體同錢包最好嘅防彈衣啊！大家對今日嘅內容有咩睇法呢？可以留言俾我哋大家交流下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收聽正價閱讀，下集見啦，拜拜。